看看日本木工是怎么用拉铆钉把2根木棍接一起的，真的是太先进了。他先用一个拉铆钉把它砸入木棍，然后用一个猴骨卡子把2根木棍对接，这个时候呢再把它拔出来，把这个拉铆钉呢也拔出来。为什么要拔掉呢？他要捋着拉铆钉这个孔钻一个更大一点的孔，接着钻好孔以后，把里边打上木工胶，然后砸入一个小木棍，接着在上边再抹上这个木工胶，多打一点，接着把另一根木棍往里一穿，利用榫卯的结构把2个木棍完美的连接在一起，这样木工胶会粘接的更加的牢固。特别是木工做家具的时候都在使用这个方法，既简单又牢固又美观，而且不管怎么受力它都不会断。你看接的非常的完美。